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日的信息，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如何祷告、祷告的操练跟祷告的功课。祷告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生命当中经历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圣的一个工作。基督徒如何经历过祷告跟神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课题。今天我用所罗门王在神面前所求智慧的祷告，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做祷告，也从主耶稣基督教导他门徒的祷告，在马太福音第6章，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当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其他一切都将要赐给你们。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如果神来到我们今天，如果真正的神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跟你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跟我祈求。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跟神来求什么？让我们学习所罗门的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生命进阶跟生命成长属灵祷告蒙垂听的一个操练。上帝在梦中来到了所罗门的面前，他跟所罗门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呢？你可以求。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宠！当我们所侍奉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他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应许垂听我们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机会，请问你会怎么跟神求呢？你为你的生命，你会跟他要什么？列王记第3章第5节，在梦中，耶和华来到所罗门的面前，对他说的这一句话，他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向我祈求。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恩宠！神对他的孩子，甚至神对我们，他发出了他的一个应许，让我们开口跟他求我们生命的祝福。那我们会跟他求什么呢？在今天主日的信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学习，我们在神的面前通过祷告，常常祷告，通过祷告来经历过神的同在。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问我们自己，过去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跟神说话？祷告其实最重要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动机跟态度。蒙垂听的祷告，它的动机跟态度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跟神求靠而已，更重要的，我们用祷告来经历神。而且神所喜悦的祷告，其实它是一个超越所求所想的祷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一份祷告，第一个，它是神所喜悦；第二，也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超越我们生命所求所想的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虚的学习所罗门的态度。所罗门回应上帝他的话语，他说：你的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百姓当中，这些百姓何其的多，不可胜数。所以我向你祈求，能够有智慧，用智慧来服侍你的百姓，用智慧来带领你的百姓，管理跟判断是非。不然在众多的人民、众多的事物当中，我怎么能够做得得体呢？神喜欢这个祷告，所以上帝就跟所罗门说：我喜欢你的祷告，你既然不为自己祈求，而是专心的为我的百姓来祷告，那我就垂听你的祷告，而且你所没有求的，我也必赐给你。各位弟兄姐妹，神说：你为自己所求的智慧，我应许给你，我必给你。但是连你所没有求的，我也必赐给你。这一句话就应允了，好像以弗所书第3章，他谈到了一个超出所求，神在我们的内心运行的大能，将成就大事，是超出所求所想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今天的主日礼拜，我们恭敬的来检视我们自己过去的祷告生活。
我们是否真的是相信了神，他是一个成就大事的神，而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因着祷告，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成长。我们从一个只会为自己求的基督徒，成为后来慢慢的成长，在神的意念当中，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也学习成为用祷告来服侍上帝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在今天我们所阅读的列王纪上第3章所罗门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所罗门在这个祷告当中所展现出来的4个非常重要的特质。第一个，所罗门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彰显了他自己是一个虚己的一个仆人。他贵为一个国王，但是他在神的面前称自己为一个小孩，是一个软弱的孩子。他需要天上的天父来特别加添给他属灵的智慧，以至于他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国度性的一个管理。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祷告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谦虚。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谦虚会成为我们讨神喜悦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彰显出所罗门王没有私心，他没有为自己。在今天这列王纪上第3章，我们看得出来，所罗门王没有为自己祈求，只是为了神的国度跟神所交托他的使命上，他就求了他所求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祷告就彰显出一个无私的祷告是神所喜悦的。第3个，所罗门的祷告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带着使命。原来祷告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吃喝穿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所以所罗门王的祷告是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应该学习的一个祷告。所以在我们古老的灵修当中，我们称祷告为服事。祷告的好，工作就好。成为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服事上帝的时候，祷告比为自己祷告更重要。最后第4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所罗门的祷告带给我们的第4个智慧，就是他成为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那个国度性的祷告，求神的国度跟神的义。各位弟兄姐妹，也盼望我们今天从所罗门的他的祷告当中，我们就学到了我们将来应该怎么样与神对话，如何与神同行，而且让这个祷告成为我们跟神的一个亲密、一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很美丽的品格。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展现出来让神喜悦的品格。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更深一步的、更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灵命的祷告能够讨神喜悦，而且能够经历到更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他自己的权柄跟荣耀。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也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生命来祷告，愿我们的一生的生活也就成为一篇的祷告。祷告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祷告，祷告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祷告。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就融入在我们整个一生的当中，不论是我们的工作，不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是与神同行。那我们为了自己，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如何祷告呢？耶稣的门徒就这么的问耶稣基督，他跟耶稣基督恳求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6章。在这个第6章的里面，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主祷文。当门徒问主耶稣基督说我当如何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教导了他们一篇很完整的一个祷告篇，说你们当如此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各位弟兄姐妹，主教导了
他的门徒祷告之后，在最后他提醒了他们的门徒，他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让上帝居首位，因为让上帝在你的心中居首位，那是所有祷告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所以耶稣说，你们当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让我们回想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成为我们今天在学习祷告的第一个我们的意念。我们在祷告当中，不只是用我们的言语祷告，其实祷告经常是用意念来祷告，用我们心所想，用我们嘴所说，将神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将上帝摆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神既然是一个创造者，神既然是一个掌管宇宙，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真神。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必须要学习一个敬畏的心，将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如果我们真的将神摆在我们的生命上的首位，那我们跟神的终其一生跟神的对话，不论是为了事情祷告，或者跟神商量，或者为我们的生命祈求，或者为了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的家庭，或者在我们的教会。当我们将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的时候，神就必自己成就这一切的美事。各位弟兄姐妹，所以祷告的第一个态度，就是在神的面前诚然的相信，而且谦卑自己，将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让我们来听耶稣基督教导他门徒的这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这些都要加添给你们。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就是如同保罗所说的，是超出所求所想的，连我们所不知道的，连我们所不明白的，连我们都想象不到的意境。当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我将你摆在我生命当中的首位，神啊，我将我的生命摆在你的手上，神啊，再给我一个机会。或许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一个掌管生命的这一个神，就开始的将他的意念跟将他的计划就摆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何等的美丽！所以首先我们将耶稣基督这句话就摆在我们今天的课题，也愿圣灵来教导，圣灵来兼顾，圣灵将这么重要的一个态度，让我们终其一生没有遗忘，能够真的将神摆在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地位，而且凡事以神为首，以神的国度跟他的义。神的国度就是让神掌权，神的义就是让神的他所有的神圣的性情，神的本质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当我们成为与神同行的人，我们就必经历到神一切的预备。这也就是为耶稣基督说的，这一切都将加添给你们。各位弟兄姐妹，神所喜悦的祷告是什么呢？刚刚我们听到了列王记第3章神对所罗门的一个夸耀跟赞美。他说：我喜悦你的祷告。各位弟兄姊妹，什么样的祷告是真正的是神所喜悦的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默想这一句话语。神对所罗门说：因为你所求的，我就心里面悦纳你，我必应许你所求，而且连你所没有求的，我也都加添给你。各位弟兄姐妹，列王纪上第3章跟马太福音第6章都谈到，当一个祷告者他没有为自己的私心的祷告的时候，神甚至超过所求所想的，为他而预备，成就了一切的美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学习什么是神不喜欢的。在圣经里面记载了神所喜悦的祷告，但是也教导了我们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祷告。那是外邦人的祷告，那是属血气的人的祷告在约伯记第35章第13节，他谈到的就是一种虚妄的呼求。神不喜欢那种虚妄的虚假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一个灵，他喜欢敬拜他的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如果一个人口是心非我们没有真的带着一种敬虔跟敬畏的心，真的从心里面信实的
跟神的渴求，那神也知道我们心里面是虚应的，是虚假的。神不喜欢这种祷告在雅各书第4章第3节，他说：如果你是虚妄的祷告，你们求也必不得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全能者他知道我们内心的世界，我们还没有开口之前，其实神都已经知道。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很警惕的、很小心的来审视自己祷告的言辞。我们不在言辞上得罪上帝，也不用一个虚假的言语来欺骗我们的圣灵，恳求神在与我们同在。所以刚刚我们有思考到所罗门的祷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祷告呢？让我们再一次来对自己来做对自己的一种警醒。我们从所罗门的身上，我们从他的祷告，我们学到了所罗门。第一个，他是一个谦虚的祷告；第二个，他是一个无私的祷告；他是一个使命的祷告；他是一个国度性的祷告。当我们明白这4件事情的时候，不只是在这个言辞上跟字眼上了解这个祷告，我们深深的问我们自己：我如何在神的面前用一种谦虚的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来审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经常都只是一种自私性的祷告？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我们为了我们周围的人来花出一种这种代祷、这种无私的祷告呢？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领受跟感触到，我们能够为神的国度跟神的旨意跟计划来预备自己？所以这种为神的国度预备自己，就称为使命的祷告跟国度性的祷告。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摆上自己，问神说：神啊，我当如何做的时候，神的圣灵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上写下了他的旨意跟他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于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于你的意念。当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神预备我们自己的时候，神会将他的心意摆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会去经历到参与神的计划。也因为参与神的计划，我们就看到了神的荣美跟他的伟大。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在今天的主日当中，重新来教导我们谦虚的祷告，将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当我们如学习所罗门的对神的敬畏，我们就记得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领悟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为什么这一句话重要呢？因为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成为一种有领悟力的人，我们就成为一种有思考性的人，我们的思考就会带有智慧跟创意。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将这种智慧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这个敬畏的心会开启我们一个体贴。当我们体贴神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读得懂圣经的教导，我们就越来越懂得圣经里面对我们讲神的旨意跟他的意念，我们就会开始变成另外一个成熟神所喜悦的人。我非常的喜欢在中世纪里面的一个圣徒，叫做法兰西斯。他是一个神所重用在2000年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灵修的导师，他的生命也让许多的人赞叹。在他的祷告当中，曾经有一篇祷告，他曾经这么祷告，他说：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诸爱。1000多年来，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感动了多少的人，在神的面前脱胎换骨，不再只是一个求荣华富贵的一个生命，反而能够成为服务别人的人。圣法兰西斯在中世纪里面将灵修化成生活，也将所有的生活就变成了许多的典范。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读得懂圣法兰西斯的祷告。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成为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摆上，成为活祭，为了神的缘故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在我们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称圣了法兰西斯的生活为追求简朴生活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凡事老练，
能够知道如何处富裕，也知道如何处贫穷。各位弟兄姐妹，神就将他的丰盛必然就加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满足喜乐的人。不论何去何从，我们就带着神的喜悦跟带着神的能力来在我们终其一生当中，甚至如同保罗一样的，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各位弟兄姐妹，神所喜悦的祷告，最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境界，也就是神所应许的，就是连你也没有祈求也想不到的，我也必为你而预备。这个叫做耶和华以勒的信心。耶和华以勒的信心，在神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最美丽的信心就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最美丽的一个信心，就是带着耶和华以勒的信心不着急，也没有缺乏的这种的软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称之为超越所求所想的祷告。让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列王纪上第3章第13节，神对所罗门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必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让你在世的日子，没有一个国王能够跟你相比。”各位弟兄姐妹，神将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赐给我们就是天国的富足，而不是这些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也不只是这一些世界上的吃穿喝。让我们带着这一句话来默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所讲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请听神的话语如此说。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生命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将这一句话成为一个应许，我们默想神的话语，我们终其一生来领受，我们彼此同心的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我张开我的双手，将我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让我的这一个生命能够因着你而有满足的喜乐也愿你的灵来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运行，充充足足的照神人的意念，照神你的计划，跟照神你的教导。”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生命的祷告，我要给各位弟兄姐妹，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安静的问你自己，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不能或缺的一个祷告呢？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求100次，我们能够求100个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清楚当中，我们清楚的明白，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祷告，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能缺少的一个祷告，就是大卫说的：“我唯有一件事，我要在圣殿里面，我恳求神。”各位弟兄姐妹，当为我们的灵命与神合为一祷告，当为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就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旨意而祷告，当为我们的生命所要成就的美事，在神的面前问神说：“神啊，我的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哪怕是此时此刻，我们并不懂得我们的将来会如何，但是当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命做这种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祷告，神的灵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来教导我们，跟对我们来彰显他自己的美意。在这个晚上神来到所罗门的面前，神对他说，给他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给所罗门的，求你也给我。”每一次我如果看到上帝的圣经的应许，或者我参观观摩让我心中感动的教会的时候，我都心里面会跟神求说：“神啊，你所赐给这一个教会，神啊，你所赐给这一个我的信仰的长辈，他那么美的生命，神啊，我跟你说阿们。神啊，求你也将这个应许赐给我。”今天当我们聆听神对所罗门所应许的，他说：“你愿意我赏赐你什么呢？”我们安静的跟神说：“神啊，谢谢你，我听到你的应许，
跟你的心意。我跟神说，神啊，让我在你的面前能够明白我的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当我在为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恳求圣灵对我讲话。各位弟兄姐妹，你已经清楚你的生命的标杆吗？你已经清楚了你生命的使命吗？你已经知道了你有一条道路是无怨无悔的，是终其一生，是别人所没有的。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直到我们生命结束之前，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求你教导我。那我们首先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聆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学习的祷告，不是为了吃喝玩乐，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来祷告，因为那是一般的世界上的外邦人世俗的人他们所求的。你们应当知道，这一切其实你的天父早就已经为你预备。你们所应该求的是求神的国度跟神的他的性情跟公义。各位弟兄姐妹，如同大卫他说，有一件事我曾经跟神求，而且我要一辈子的求，就是能够在神的圣殿里面与神合而为一。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是影响我们一辈子的，是影响我们的灵魂跟将来的永生。你已经确信了吗？你已经知道了吗？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祷告。我们摆上我们自己，我们跟神说，神啊，我将我的生命就摆在你的面前，再给我一个机会，赐给我一条无怨无悔的一个人生。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祷告何其重要，请你注意，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一生无怨无悔的一条路来跟神求说，神啊，求你带领我。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会让我们成为一生经历神的计划跟预备的人，而且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不是手扶着犁向后看，而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垂听你的祷告，而且让圣灵垂听你的孩子的祷告。凡是追求自己生命的标杆的弟兄姐妹，愿神垂听你的祷告，也赐给你生命的方向。生命当中有一个是不可缺少的祷告，每一个人神都为我们量身定做，是不可少的。让我们跟神说，主耶稣基督，你所赐给玛利亚的那个应许跟祝福，今天也临到了我的家跟我自己。主耶稣基督，你所应许的那个上好的福分，求你的灵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明白什么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就如同那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年轻人，他问耶稣基督说，我如何才能得永生？很遗憾的，耶稣基督给他的答案，但是他带着忧忧愁愁的离开，因为他爱世界上胜过于爱耶稣基督，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各位弟兄姐妹，神跟他说，耶稣基督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一切来跟随我。各位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为了我们的生命能够尽心尽意的来跟随耶稣做这个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求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求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今天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当中有一个很美丽的意境，就是所罗门当他做完礼拜之后，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来到了他的梦境，所以所罗门是在梦中看见了耶和华不料他醒过来照着他自己的回忆，他说不料竟然是一个梦。各位弟兄姐妹，所罗门不是说这是一个虚空的梦，是一个虚幻的梦，不是。所罗门在一个梦境当中遇见了神上帝的临在。各位弟兄姐妹，古老的传统是一个经常将梦境当中作为一个人与神相遇的一个地方，所以圣经谈到的异象跟异梦。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谈到人在内心世界与神相遇。所以在今天这个祷告过程当中，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学习如何在我们白天跟晚上都在祷告当中在睡梦当中也是祷告，在醒过来也是祷告。古老的灵修导师他告诉我们，不要忽略了当你睡觉的时候
睡梦之前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他说，当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形态，我们有我们的理性，我们会思考，我们就用人的言语跟神祷告。但是当人在睡梦当中完全放松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一个睡眠状态的时候，圣灵经常在那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候，最没有自我的坚持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人的睡梦当中。所以在梦中与神相见，经常出现在圣经的里面神在夜晚来造访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属灵的导师也告诉我们，当晚祷的时候，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每一天在晚祷之前，我们就带了一句神的话语进到了我们的睡梦当中，神会继续的用那一句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浇灌、来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为了我们得着异象跟异梦做祷告。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内心，不论是在睡梦当中或者在我们的有意识形态，我们按手在这个心房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恳求神说，神让我在我的内心当中与你相遇，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焦躁的人，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信心不够的小孩。主啊，求你进到我的心房里面经常的对我讲话，甚至在夜梦当中。列王纪上第3章第5节，他说，在夜间梦里，耶和华对所罗门王显现。我们跟神求说，神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或是白日，或是白昼，或是夜晚，神你的灵无时无刻的都会对我讲话。求你让我能够在睡梦当中也经历到你，在梦中与神合一。各位弟兄姐妹，在梦中的神的相遇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事情，因为许多事情神的显现都是在梦中的启示，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攸关的，终其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梦境的里面，神会医治了我们的创伤，在梦境的里面，神会洗净了我们的焦虑。所以我们经常可以从梦的里面知道我们属灵的灵命是否健康。我们的梦里面如果是一个有邪恶或有肮脏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小心的跟神做交通。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梦中，如果经常有一个恐惧的梦或者一种可怕的梦，我们可以呼求圣灵说，圣灵求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医治我的我看不见的一个生病。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晚上的梦给你的是一种不平安的，你就在神的面前为你自己的灵命祷告，因为那是一个象征，有可能我们的灵命上是有破口。让我们为了自己的梦祷告，为自己的欲望情绪祷告。因为我们的欲望跟情绪在睡梦当中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我们在睡梦的当中，我们的欲望跟情绪经常会在梦里面有征战。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更应该在圣灵的里面预备晚上与神相遇。在夜晚你为自己的祷告，你可以求圣灵与你同在，医治我们，洁净我们，能够坚强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体都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督徒。梦境是灵魂与神相遇一个神圣的地方，不论是我们醒过来，或者我们在夜晚，当我们晚上在我们的心房里面，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房，如同在那个伯特利的旷野，神的灵进入到雅各的梦中，雅各忽然醒过来说，我竟然不知道我的上帝竟然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何等神圣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为了你晚上的梦祷告。不只是如此，主耶稣基督说，我们的心就是圣灵的圣殿，是圣灵充满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为了晚上的睡梦祷告，也为了我们的生命灵魂的洁净做祷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圣的空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神啊，你在异象跟异梦当中指引我，让我的生命有方向感。
各位弟兄姐妹，祷告不只是求东求西，求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而已。祷告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的健全，祷告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的荣耀，祷告是让我们的眼睛得以敞开，能够看见这个看不见的上帝。所以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在祷告的当中对我讲话。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垂听你祷告，也愿圣灵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就会在祷告当中，在圣灵里面能够听到上帝所预备我们生命的方向。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跟上帝祷告，你有什么期待，你可以跟我们的天父祷告说：神啊，我将我的需求，我将我生命的杯子向你摆上。各位弟兄姐妹，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同心在主日的聚会当中聆听到所罗门祷告的典范，我们也默想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愿意奉你的名来求你的国度跟你的义。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垂怜我们是一个血躯的肉体，我们的生命何其的软弱，但是在今天的礼拜，我们恳求你的灵进到每一个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跟心灵的深处。主啊，你的灵就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是在白天，不论在夜晚。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一个圣洁的一个圣殿，你的灵就经常的跟我们讲话。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用你所喜悦的意念来跟你说话，也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分别为圣，成为你所喜悦的祷告，如同你喜悦所罗门的祷告。这是一个超出所求所想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你的圣名，成为我们祷告的依据。我们奉你的圣名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你的应许跟你的圣名祷，阿们。